如果请俺们来宾，同俺们分享一个对因来讲是重要的一出菜啊，虽然只听嘅係真乱係嘛？真乱係嘛？真乱我上大家喺台灣其實算是時行嘅家常菜。係咁講吼。大家應該我萬世咩鬼好食，啊，侬會討厭嘅，也對應嘅重要性。講之前當然會先說啦。也個係唔嘅補養，唔嘅食。擺同我補養做，該食些係好啊，好像是自聽的做法，係咪？做，你的做法會是？就是，但是我朋友做一遍来作为海南后生，他做的比我好，但我做的口味比较好吃，这样。大概都係阿婆調擺嚟做嘅方式。阿婆，阿婆係用外人，我講解非常講海量，叫做種講海量較多。那我印象的時候，我就還有在三合院。一種來王某，還算大戶了。我們住在陽明國橋對面。那時候還是三合院，沒有什麼，說真的應該沒有肉了。我記得應該三合院裡面還有養雞啊，但吃肉的機會不多。但是我奶奶啊，我外婆，她傍晚就會蒸這個，放學的時候我們會有這個可以吃。哦，該時間。好，那個那個下口的點心。台州。用柴火用柴火的，然後那個大的鍋，然後放那個叫竹簍吧，就是竹子的，然後用碗，就是這種方碗蒸這種蛋。然後那個年代的蛋就是它一次會蒸，它有時候做完就會多做幾份，所以我印象中那時候應該我的個子應該這麼小，去看這個高度，看那個照那個畫面，所以我現在講就有那個畫面，就是那個黑黑的地方有個光從外面打下來，然後我奶奶就會做蒸蛋。然後那個火是用吹的，真的是那個年代。然後他做的蒸蛋，以前沒有覺得好吃啊，說實在的。哦，係啊，食到味係咪？但我公我爺爺喜歡吃，他喜歡吃蒸蛋淋醬油，所以他很喜歡吃蒸蛋，他幾乎每2餐就要做蒸蛋。那以前雞是自己養的，所以雞蛋是自己撿的，還知道我印象很鮮明。那這個蒸蛋我小時候吃，但是我跟我皇家的那些沒有那麼親啊，說實在，我小時候，我不是長孫啊，所以沒有那麼好的優待優惠啊，所以我是楊梅出生，龍潭長大，我被送到外婆家去長大，所以我哥哥是在楊梅長大，我是龍潭長大，我被丟到外婆家去養大了。那我對我奶奶的這個蒸蛋，就是我小時候的畫面，就是她每天下午會做蒸蛋。